勇往白云下，自勇往。这里陪着小子一趟一妹，陪望庙进来上班呀！朋友完全都引路恰步把里长啊，今日难得出门来。
去自行，这是何本人讲啊？三妹，今日里端阳家的不妙味，心疼你当先行家，举不发一月的不为大，儿女你才美，写一个字一来。呀！菩萨在领大力高，只怕他滚天滚地滚暖滚女，盘前所事他管不了。我既不愿要他急，愿引将士勇到腰，我也不愿要儿子为表兄终遭苦担相思条。我要弥顾知音生儿，肝胆早不救爹不救娘，也不把菩萨去讨伐。欢欢喜喜，实实在在，干干脆脆啊！四季红尘把郎君早去烧香，小燕，我们去看鸟哎！小燕，儿子，哎，等个风呀嘿，母亲把他宠坏了，你看。丈夫有定新规章，暖女老少快宽绑。再因重病贵新郎，从今不许当豺狼。老夫见郎鸟道音，百姓见郎要烧香。正者见那五浪水，为这么应所罗门，所罗门。送兵大人到。
郎家王妃长报，才艺金拜，垂冠康。少年不知心庙堂，保佑我年年益寿，要岁安康。南无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30岁都是女貌，现在我要睡什么老睡？这是什么王法吗？他叫我们怎么活下去？真是岂有此理！七郎帮薛明芬。你说门前历史法取下门上，红牙金乌黑傲金一身带，目的写文把破兵当，不为无老乡亲。郎恒因私立王法贴他棍棒，你们何不当他一股累累，也贴他一股命棒？以命棒对付他棍棒。苏东次郎比那郎，郎郎远无计弄当，总兵十步开郎进七米四人是恶郎。不知是何天神发怒此境，上次今日圣诞又看惊动，快把命棒当起来。懂儿，他的岳母三小姐袁玉梅，袁玉梅。好一个聪明伶俐红相公，还是怪把那老梧桐，怪把那老梧桐自用上天，对我的把心提升三英雄，把心提升三英雄。小姐，不知那个玉色羽毛又用于美的，他是谁啊？哎呀，早给你忘了，这明王帝节流传的两句话嘛。三朵鲜花道理美，两道谁知红玉颜？啊，莫非谁是听明榜的，就是那个兄弟谁知红叶琴？真是他。小姐，大本王自报。哎呀，小姐，怎么你死心又来了？小姐我要和他一岁。自从那总兵风儿自皇贼，不是一时上八九，
今日郎夫的死法，更杀得命运非人从的你。谁知谁因恩怨从此不你，贪之贪，却凭官复利，把权归对。实在总兵来相邀，不知是出什么缘由。门上哪位在？来我倒少年，眼面发了去遭罪了嘛？哦，原来是大总管下官失敬了。免礼。哦，大总管，烦劳通禀一声。宁二元七品正道原是黑原他了呀！原不过我家头人不在，请回。大总管，下官无事，正官大嫂，我乃是总兵大臣请来的。说，这家总兵都你请侬来个？是啊，我是宁二元老远了，你当我老表，他才是宁二的个。我上回我看到我家大人请过你来啊，我老家弟妹开个风啊，要比你远衙门好好叫这个设备了。报信4万里的什么？大总管，这家总兵都就回来这，靠一。民邦官帮唱对对，老郎上了一辈子会。阴雨天线乱摇铃，不心方撤退莫一归。啊，郎表，那个姓袁的职员来过没有啊？来过来，小头个字幕录图过。大娘，你讲是农夫请你来个？是老夫请他来的。大娘，好眼力，是好眼力啊！不过大娘，天色月里已经许配表兄叶文明了。叶文明，大娘，你们听说这宁二的家曾说着这么2句话：山东鲜花道理美，2大才是红与叶。那红就是靠在天明榜的红叶情，那叶就是牛里许配的叶文明啊！哼，区书生何这挂齿，见我通吃了。老叔兄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大人放心，我立刻去办。主任，眼下在重要的问是寻找岳家大姑爷曹永华。那曹永华乃是我们修下一个小小的程序嘞。这件却是花正大人马到成功。这将此事办好，老夫连胜你3。多谢大人。有请曹永华来了。海王庙冒雪橇把牛里呀包，为冤家苦所立下大功劳，何听
总兵把我叫，这虎豹奸雄上哪了？恭维大夫官安好。恭喜赵大人，恭喜赵大人。大总管休要失笑，少用啊虚度，好累哟。我家总兵大人看中了你家二小姐，名誉为美，这不是你高升的机会来了吗？哎呀，大总管，你自扣，是再自扣。小总兵年纪69，又离他年轻之万人，何况他早已许成家，这昏昏在家，我难出口，是难出口。万望大总管高抬贵手，送终应寿，小弟请你喝酒啊！慢，我说你慢醉，切慢醉。那个，我刚刚开口啊，我需要我就你啊，小别把那个跟打开，我是赵大人，你不想一国文姓大道罪也给为岳家门楣很入流，不过不要这个那个了，你不听说上山滚天神，落海滚风势，我看你呀还是领领总兵这为情吧。好，来了，别莫伺候。赵大人，写个跟去吧。哎呀，这是我死的，是我死的。好，我等你写。上县总兵老黑营，年年69岁，2月初2生子所生，说因2月7篇正道，袁世海此女袁月里年方赵大人，报你家二小姐的年庚不是吗？哎呀，这个装媒我时候做的，何况我也实在报不出来呀。我来报。那么许些年方18岁，6月初924生，说如落两家月节经济之好，连吃更天，永无反悔，中美赵大人，切个死了。少与哇！好了，好生之后大悲咒和天应接。不。有请袁大人。有大人，我老不要了，这是永远不是他噻，让你在外头久等了，多是在。各家总兵大人请袁大人和平饮酒，请我请。老夫人媳妇来了。小丫头，不是句话，什么？哪？三爷，你听我说。启禀老夫人，红衣在此送跟帖来了。听说是红牙金把跟帖送到。叫我子女夫人难几分享，是谁的你更听？哎呦，我的门啊！这故事看一看。记不明了，
也生洪一情，祖君王子，年方21岁，正月19自是出生。耶！今日来平湖一老牵红线，洪一情是送你更好亲家。哟，这下面还有4句小诗呢。长赋梅花诗，暖屋乱风鸣，情深似母心，不负结中情。哎呀，可这诗中之意，我叫我妹好像同他为过面了吗？小丫头，过来，告诉夫人，今天你们到黑王庙去，你家三小姐遇到了些什么？夫人。哎呀，这真是奇人奇事啊！洪一情穷子好去理不差，他亲送红天做媒长，这真是好根好头结好果，好呀好苗开好花，莫人夸奖的桃李梅，若是我夫人心上三朵花，三朵花腊梅更胜桃李花，它是些良人所教啊，这真是才子才女天作合，你三角金一上为言，胜过你妈，胜过你妈。那么我是小言啊，夫人，那么老夫人今天家二小姐写的那个二姑爷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好，严相公啊，神有人才，神有文才，将来的能算功得归。那么老夫人的眼光也是不错的哟。老夫人的眼光啊，就上啊不用孙子，真好。哎呦，气势不中，老爷就要回来。我说小英啊，那么老夫人到里面去整来啊。三杯酒，得起我情深女。一声小巧是来当头，我月里饮品，狼日他墙壁，昏来酒，我难容两字讲出口，狼手他。一声怒吼把刀吹，仙家恩威及成寿，可叹我忧伤难渡，有本难走。结了女儿，我怎交代？进了夫人，我怎开口？
人听，千金从哪？哎呦，我大人，这彩礼在此，要求结婚却办了。慢！你做他妹，你给做倒退，快不牛，快进去！夫人老爷啊，你老爷都谁讲话呀？夫人，我正与延续讲话呢。哎呦，是我啊！做什么戏的小脸？你来，进去，老爷请。夫人，请。老爷请坐。哦，夫人坐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夫人，喜从何来呀？我家牛妹盼了好人家了，那谁知我要你把根菜都怕成送来哦。哎呀，他拿到这根菜，婚前喜礼，我拿到这根菜。老爷，你不同意啊？哎，同意。哎呦，我还当你不同意嘞。哎呀，不好！像那红叶两大才子，对于我家攀了亲，可对于郎家结了冤了。我说老爷啊，哎，看你心神不定，莫非衙门里出了什么大案子呢？非也，今日总兵大人请我国府饮酒啊。这多奇怪了，他那是堂堂总兵，你是小小园林，他怎么会请你喝酒？是啊，可是他是你，哎呀，不是你讲呀！还到努力吃西瓜，努力去上去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启禀老爷夫人，二姑爷得亲来了。你来了！哎呀，好极了！快语气，快语气！我是小英啊，你的二姑爷来了，快门上啊！当先一步罢了，进宫啊，不用你啊！姨母，今日正逢端阳佳节，母亲命我送上种子蔬菜，拜访姨母小人。多清香啊！家乡的粽子我是最爱吃的。文明啊，坐啊，老爷坐。夫人坐。哎呀，文明啊！刚才我还在同小英提起你来，快说说娘好吗？好啊，都好，爹好吗？好的，那么祖母一定都好了，都好。好。老爷，夫人，既然文明已经来了，我看他同玉丽的婚事就不要等到8月中去，早一点替他们办喜事了吧？美丽，这是金秋踏壁之年，外甥相明日就动身，进京观看。对，夫人，这进京府事可耽误不得啊。这倒是是啊，有么这官考可是件大事，你千万不能阻拦呐！我怎么会拦他呢？文明啊，姨母，这进京观考那是一件好事，等你高中回来再成亲，那是喜上加喜。不过文明啊，这进考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。姨母今天倒要考你一考。姨母，10年行动千金人，3根书生5根灯，此生园林凤凰子，
金钗听罢他自身，到那时啊，策划用归马蹄轻，但归红中迎亲神。姨母太好，哈哈哈！叶子七个，叶子七个。哦，对，分明啊，还是你姨母想的最到。今天你一路上辛苦了，姨母今天就免好了啊！我的小英啊，后面你在二姑爷里面接风。分明啊，这也是姨母在来看你啊。多谢姨母，多谢罢了。哦，大姐夫。岳父，你讲我你呀，你怎么得了吧？你才是讲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啊？夫人，哎呦，好，你不是我进去办2年学去了啊？夫人啊，总兵实业破基地，若与岳里强配婚，告到兵屋不了义。我说老爷啊，我的好老爷，好一些，从中做了个大美人。哦，原来是你牵的线。是啊。哎呀，我大哥，你可不要冤枉小婿了。并非是小婿有因做大美，只因为生我也进无路台。那郎家只手能翻千江水，我们是庶民难斗一权贵。对官小这事有效，岳母啊，这家性命喜安慰。哎呀！听你这么一说，你这个媒做得对，不对，做得好，不好。岳母娘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呢。哎呀，岳母大人，以小婿宽来，这郎家四大难容人，你可要体谅小婿一片心。哎呀，一片心。对。啊，来呀，快把彩礼呈上。岳母，你还是先收下吧。我说他女婿呀，岳母娘看了这样一份丰厚体面的彩礼，我更应该好好的犒赏你了。犒赏我？你等一等啊！我啥子都不下了，不是，哎呀，岳母大人，我是操你娃，你对是家不干，摇摇摆摆三不稳，敲弄神王反是根，七帮啊上良心，明知你二妹配分你做什么没来马上夫人，万一你这位怨他真，你也是一根接棍少拨一根，亏你手中长大
他人怎能够是非黑白不分清？告诉你，玉里的婚是我娘做主。好，你不管定我来定，你快把跟帖彩礼统统进我抬回去，抬回去。夫人，这怎么可以？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你们还不快快替我滚！细细生归心思长，三人眉黛喜鸳鸯，新闻一郎头清芳，万千相思情深长。一步扫动静，是给红巾哟拜堂原来是孩子他悄悄扮新娘，原来是月牙儿偷偷把我扎，月儿就像我庙里心太痴，可知这千丝万缕其中藏。哼，玉里妹开门来。门外敲门是谁？此女兄也闻名来了。表兄，哎呀，你呀，表兄，你一路可好？好，哎呀儿呢？开门呐！哎呀，表兄，你我如今都长大了，这开门相见，恐有不便。哎，你我只有青梅竹马，事情既定，8年之好，开门相见，有不可。不妨与兄明日就要进京观考，难道孩儿没连句叮咛的话都
这个小妹比女表兄高档得中，早着回来了又怎么样啊？这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明白得很呐！现在明白表兄请为。哎呀，我说了半天，他还是要我回去。好，既然二妹对我不敬，那我即刻起身，再不等问。哎呀，表兄你不要误会。哎呀。表兄，哎呀，表兄在这里。是在把门关上，手带铜金丝家长，是在人家家等不到吹风上，偷偷摸摸要摆档啊！哎，儿女就是在等不到花轿到门前，把红盖头做上粉脸，做新娘啊！哎呀，大姐，你可把我当成凤丫头，当成房丫们！哼，二妹，哎呀，二妹，哎呦！我满怀欢喜诉芳心，下不了当头一千门，一腔女王化成冰。叫人心知道一是非，别吧，为英雄有力气先生，愿听歌把牛仔名字称。
乱放生，你生生死在鸟道心。二妹呀，幸好命薄不有人，你只能真是这天平在心。哎，妈咪，这什么生死是这天命，当恰了神庭升天与故乡，下四大能助天，逆乱结阵要灭魔门，有一本的君王大无惧，真定郎分明，谈论门父兄与父弟，你儿难道就不能只见你？他是他当户不等犯上身，总不能因困而寄被父郎疼。爹妈，他地上没修人人，牛里母生生世世只一灵，修为母一人来埋门，拼将一死报亲人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。哎呀，这又是何苦呢？孩妹，见孩子点点鲜血，叮叮堂滴滴，痛在我心上啊！这破天大祸真言之，不与我暗自神意，心思量啊！那郎子刺他心间雕，今夜还定为西上家年上，言表兄今夜到先帝，因心安总不他离后靠，就表兄去借助红郎一比例，哎呀红呀情，此生我唯一守地方，将地当先，妻子去。
如意凤得锦囊，结为第四巧计，调兵遣将要做个应手为何巧思连贯，将其修计自己自欺君忙我的自良好不好？可又有什么用呢？三小姐说的对，问三个办法才好呢。哎呀，为己心人嘛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办法我倒是有，可你们都要听三婶的调去。哎呀，三妹，人家心急火燎的，你还有心开玩笑呢？三小姐，你办法快说快说。这办法有三。这一。儿子必须前3年表兄，说是远离我家。这是为何？哎呀，你讲，要是老师知道表兄在此，他岂肯饶得了他？可表兄要知道我在为难自己，他岂肯离我而去？这就是要你表兄在一个花园相会。哎呀，这头脑的上什么牌呢？哎呀，是啊，表弟要是进了这上，事情就更难办了。哎呀，有了，小姐，三小姐与二小姐模样相仿，只是二小姐眉心多了一颗红痣，要是三小姐也在这里点上一颗红痣，不就是二小姐了吗？你是说要我冒名顶替？不，哎呀，三妹，事到如今，为姐只能拜托你了。哎呀，孩子。好，那今晚上这场戏是由我来唱。哦，这孩儿可是万万不可坠入风声。上来拜托大姐，今晚上一定要把大姐夫管好。为姐照办。那三年，那是要请我母亲亲自出堂，与那老舍周见一番。我先去禀告母亲，后为表兄。妹，哎呀，事不用完，还有何事？这块梨花玉杯，请将本块赠与表兄，就是姐妹，日见月离。孩子不要可了，中秋有孩能圆，你们的玉佩也一定能圆。这2块牛背可不能弄错了，这不能搞错了。孩子放心，错不了。小燕说起通知严姑爷花园相会，有说玉里倒是秀来。哎呀，你呀是。一个月最好。二小姐马上就来了。一盏红灯传佳音，二妹相邀几分情。
眉腔有意接近口，说声闻鸡不中情啊！花园景色复欣赏，迎来风芳味怡情喜滋滋晨阳黄昏会自迎。三小姐啊，三小姐来了啊！不，是三小姐配合小姐来的，是今三小姐嘛回去了，二小姐嘛向这里走来了。哦，忙，二小姐最好。正在这里没得离酒情深二妹义兄之强有力量，万里二妹请坐啊，两兄请坐。二妹去年花下花开又一年，两心相许百里遥，百里情丝长相牵。每日里我等下苦读宿眠，梦里牵引时常相见。喜之喜，怕非抗力加几滴，盼之盼月老早日牵红线。二妹呀，今宵月下花园为这真心后一明心间。今秋正红他的年，我列子金榜黎明长龙殿，到那时凤冠亚被喜儿妹，宫花映红频频连。他真心实意心一片，我只得家喜珍珠忙大言。
兄转红色，地不去为本就彩比先生算公这归，一路上去流连花光一生，算雨算雨暖，算是真妹不能在雄安码头劳等，妹只能凭栏小水盼永二妹，你不见你内心这个字比中间他多了。哎，小姨，我的字太大了。二妹，姑爷，这个身长高了，这个字又长大给你。我家二小姐呀，就是怕这个字长得太大了，所以提起这个字啊，就会丑声大气的。哦，不，二妹你呀，你是翠眉双头，手指红。梨花一朵生不用。二妹你呀，你比中间好上多了。哦，表兄资本进京，不知何时起身。等当明日动身，蒙二妹时时升京，弟兄决议再至2-3天。啊，太少。那就5六天吧，5六天，7、8天也可以。不，你小妹子见你再可等人。表兄啊，苦恨中定郎恨，要前程走那红牙金，红绳是你的同场友，由于三妹定远门，三妹自己当救营，好盼表兄节生最难送一心。想那红兄结婚好年事情，既有既难，我理当相助。至于兄啊，我就即刻登城了。表兄早的，小妹生你梨花鸟被关顾，待等得北园之神，就是你我花中之事。不啊！还没有，且等那8月中秋七星传，我与你呀配缘月圆成团圆，二妹正从义兄告辞了，表兄满载。这里有梅花鸟被关顾，是三妹，但表兄在心生意红牙金。表兄，这2块牛背可不能弄错了。放心，错不了。二妹正从义兄告辞了，送表兄。
为难谁和相交？哎呀，娘子，你不看人面看人面，就让我在这里读一读嘛。你是不争气的冤家，要你留在房中，这可是三妹的旨意。哎呀，娘子啊，我既怕郎中兵，又怕岳母大人，可我最怕的，我是三妹哟。怕他何来？他那个伶牙俐齿的嘴呀，讲起话来就像生姜灌辣椒，厉害得很。我是吃不消。哎呦，哎呀，三妹，三妹，大姐，哎呀，三妹，你来得真好。你看，我实在是邋遢不知了。大姐，没有你的事了，把他交给我吧。你我是我为孩子去吧哈。娘子。大姐夫，小妹这厢有礼了。不过，哎，小妹我有事要请教你。哪没有啊？请讲啊！不怕生姜灌了椒。为姐夫做的事出，这辣椒嘛，我是爱吃一点。我来问你，我郎恨你，就要你多少银两？不有啊！那定算是叫你晚了一顶乌纱帽。哎呀，也不有。我为吧。哎呀，三妹，为姐夫也不至于歪到这样吧？我看你呀，也要把你自己的亲妹妹也拿去送神了。三妹，你有所不知，那郎中兵不但拳打死他，而且玩什么？你讲啊！哎呀，三妹嘛，那郎家有手天兵利用，本必江山在掌中，总兵府里你在王宫，雕梁玉子盘金龙，拳打四打赛关通，方玉岳不在手中。你要告上无门高，你要传奔南灭中。你在王宫要自断金龙。是啊，那老子我要没到江山不成。哎呀，三妹，这话可不能乱讲，弄得不好是要杀得灭门的呀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何况那老子既有没王篡位之意，把辛苦讨天下可知，万怕什么三妹？哎，闻得道中有位御史大人，声称朱青天，他对此事绝不为不闻。哎呀，话虽如此，可是不有把柄。不有把柄是啊，不有把柄。有没啊？有没？让我在这里读一读吧。母亲，有没啊？你快，娘已准备定当，问你他走了没有？表兄已经安然离去。那好，就等我们娘娘同心协力来对付这三个了。母亲，那老身为人正恩，居心叵测，这对郎还是计中有计。对，还是计中有计。夫人！哎呀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老子他带兵闯进府来，口声声要夫人你先去的话。哎呀，老爷啊，这话没先去的话呀。夫人，你希望女儿们到后面堵上一堵，这里由老夫先去一道一声。不是老爷啊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今天这个头人还是由我来打。啊？你？哎呀，这怎么可以？大弟弟，你我是海外之敌，这是无情啊！三弟下，三弟有啊，老夫人啊，他们都差得远了，都差得远，我想三弟老爷老夫人，大子，有没啊？有没？这计中之计，来不及讲了，这样吧，我真都在假手后面，你老实对我，谁有为难，你两家。
往下降，老小2分，你就小心吧。好，娘是听你的。我是小爷，家人们。你们要办都进屋听得昂昂的，灯笼叠得高高的，这花园里照得亮亮的。今天快老夫人要在他手头上捅土了。老切不主子太气神，他尽管放走也能命，怒匆匆藏进花园内。哼，你看他怕不怕？一忙当今你莫门，老屈部在哪里？老屈部在哪里？呀！我是小英啊，是谁呀？深耕半夜长进园呀，采胡子等眼睛的，好像衣裳过也胖的是成年的。你连老夫都不识，你说？没有看见过。哼，要是知道老夫的大名，两你也不管4次大胆。是啊，我这个人啊，连门子嗡嗡叫的声音都要喊个。我说他人啊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去了。老夫乃四界定远清风威虎将军，官军一品，鼎鼎大名的总兵老封印。你是何人？那么你也听着，老身呢，钦点今日前的王府7品园令，宁王爷正堂元是海老爷，明媚争取两相情缘，并非立笔强抢的原配夫人风是来台湾更替的是你，是我台湾彩礼的是你，是我发出那叶文明也是你，当然是我啦。大胆老屈部，郎约两家结亲有没有证？你尽管推脱未婚，该当何罪？哟，我是他人啊！你身为总兵，理当自行得理，明辨是非。今日一见，却原来是黑白不分、不成落亲的大草包。此话怎讲？那，这男婚女嫁嘛，乃是一件喜事。这天底下那一件岳母大人，那你看这样同刀同枪的呢？是来，倒是老夫错怪你了，太失体统。不过他人啊，你要是不发父为以礼相待，老身倒有话要好好同你讲讲。来人，快请老夫人宽恕。谢他人。看他人糊涂胡闹也做那想，平日
要破不上，人们请他的事，夫妇之人攀不上缘，否则能肯不相。讲得好，讲得好，哈哈哈哈哈！既算是两家谈了情，我有桩事倒要同你讲清桑。哎呀，你的请讲啊！都是为我肉里八字生灯啊，内心里一颗红只要克父郎，穷人娶她能活3年，富人娶她要1民房。相中兵是朝廷一栋梁，我真诚心富贵你把命丧，因此我推理3条为钱你，好叫你思了心上。哎，想不到你在肉里情你好。是啊。你攀亲不怕，谁也不长。即使此，只要你他人一句话，要巴掌我脸呀可以发家长。老表，那美色红子可曾宽进过来？可以少于我，叫少于我。来了。哦，鼻子大专家到必是愿意。哎，少啰嗦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儿子的美色可有推荐？美色与红子一颗，那叶问的家道是否傲夫？我大人那眼家十分平稳。哎呀，难道这老七不讲的肚子手啊？啊，老夫人，你家鸟里小姐的名请过多少算命先生啊？哎呀，真请了也不过算命先生啊！你包括算命先生都是这样讲的，包括算命先生就不这样讲的。有一个老先生讲法有点不同，他怎么讲？大人呐，他说道：越是年老越要啃，越是富贵越遭殃。40磕的皮包骨，50磕的皮实高黄，年过60去肉里，怎么样啊？看得他团结相扶远门旁。郎表，对，真怎么有这样的事啊？大人放心，上帝不行我来对的，放心不行来别的吧。来，大人请坐，大人请坐。啊，老夫人，大爷什么在手上是一问讲一问，你家二小姐的名门是外一个婆婆吧？哎呀！我是这位中国大人那样嘛，我倒真想听听怎么个破法呢？我说了半天，他们还不肯收场，这场戏怎么唱下去的？哟，这丫头鸟叫一声，叫我急着往下讲。哎呀，你讲的啥呢？啊，老夫人，既然无有破法，那我今晚先把鸟李小弟带回府去。待来日请来各方高明武士商议破法。哦，请高明武士商议破法。哎呀，我已早设法去请了。丫头苗叫两声，叫我避开不了。要不抢把爷乱了。
要问你，我的小姐的命可有破绽？破绽啊，有倒是有。啊对。常言道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破绽倒是有，只怕大人难办。难办！这世上还有我难办的事。大人办得到，小姐万事不管家。为什么？只怕出来王法胆色不齐。什么王法不王法？一求老夫担待，你行官将来。那么大人听了。二小弟明昂着在昂到底，不可办法也要自由心，不用红布盖水晶，不用啥子口交定，真情只需三进门，三进门。一件就不留，哪三件？一要皇娘的凤冠头上昂戴，还要那凤衣凤裙穿在身，最要紧第三件，要官府乱家来年轻。哎呀，大人啊，这个头发大有文章，不破吧你娶不到美人，这破吧大人你可有器具之配？大胆女巫，你这是有意刁难老夫！哎呀，老夫人啊，我方才说是怕大人难办，大人是个市长，没有他办不到的。这个关系只是把出王王法，大人说这一切由他办的。对，反而有就有恼啊！莫非大人就是怕王法？莫非大人你并不想娶我李小姐啦？大胆有这个出言不成？哎呀，大人，这女巫说的有理呀。上言是龙配龙，凤配凤，我家二妹既是大美女子，这泼妇嘛是算心机。这是大人拳打死他，满是伯父乱嫁，就是贤妇乱嫁，大人也不难办到。讲得好，讲得好！啊，老夫人，这三场条件我渐渐意中，让原谅家这门亲事嘛，就这样定了。哎呀，我说大人啊，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你可要考虑再三呢。老夫十也不二，夫人先管放心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老夫人只是怕不放心啊，可请忠明大人将此三等条件写在跟帖之上。一来嘛可以铺一铺这本上的晦气，二来嘛也免得老夫人不放心啊。好，那就写在跟帖之上。大人还是不下为好。确保平安，但写无妨，写在跟帖之上冲一冲晦气也是好的嘛。来，禀我是人。大人叫曹有华先生。曹有华，对，别是。跟帖上不写，凤冠也被劫去，凤冠也被劫去，官府乱加银去，官府乱加银去。老夫人，三张条件齐备，老夫就来花轿。慢来。感情啊，可不能急急忙忙，要挑个好日子，要挑个好日子的。7月初7日哦。7月初7，牛郎织女一年一度，不是个好日子。7月15呢？7月15是个鬼节，还要这里等他呀，是个鬼节。8月中秋怎么样？8月中秋。8月中秋，哎呀，老夫人啊，都是个好。哎呀，女娃，这8月中秋，老夫人啊，这8月中秋嘛，是个团团圆圆的好日子。好，那就8月中秋吧。老夫人，跟帖齐全，一言为定。小婿告辞了。
不呀？现在这么亲生娘模板兵给自个顶死了，今日怎么办？今日怎么办？母亲，大兵拿在手，叫娘不用再杀兵。你这不用罪，我这万事罪，万事罪。难关在后头，险棋是我罪；难关在后头，险棋是我罪。神仙一动，不平事。老天爷嘞，催年老，小官你风雨雷电气咆哮，家不逃，江上有人换龙槽。貌似新君，顶风雨，端路人是提高堂。强两水吞血泪，用心。披荆大棘路不定，哎呀，小心小心呀！肃杀偏于路宁，三小姐，哎，我乃堂堂书生，陈设房是应，我乃沈大相公苏东是应。小爷，预定了，我们
谢嘴巴，许不得，许不得！你想，我们的长子务必要在中秋之前搞到朱大人对前，稍有怠慢，岂不误了大事？哎呀，这倒也是，只是小言最。还是要罪你，我是小罪呀。总在你翻山越岭不知为，该做该为好气概，真乃是花间虚为天理，办不到郎着要找回。我担心小长男儿路铺财，我担心高唱不正郎难追。到那时你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。还不是修也要修啥你冤妹啥呀谁？修啥一个圆圆妹，据我一对表兄妹，死掉一扎新郎，宁愿一冤免无罪。朱大人杀不把郎贼，我就杀去金装千万岁。啊，你晚上去见皇上？帝王必人也必归，我与你与丹水关，途经劫。哎，小姐，你的胆子真大，你不怕？可是这有点害怕你。小燕。小燕欲嫁不为宋不贤，拉不或许虎狼威，英雄自古怎道义？那与国忠良永全君，你常说是为自己事，杀命也要把君自配。小弟，小弟，这一仗只能胜来不能赔。此次苏侯相公与相公带路小的我与你一无三光大，要打败八部美。相公，
要卖他绍兴八旗人，猜我与爷兄李王泽，我神马面送爷兄走，我也是红颜从小傲人傲月。人生匆匆离故土，心事茫茫定为身。但愿不问梅花呀，却为人称长子啊人。孙家，孙家，孙家，请过方面等我们一程吧。孙家，这里没有什么孙家，你叫孙家，那就等着吧。冬儿，将四海之内结为弟兄，可恨他们衣衫吝啬，归路匆忙，万事得他们一人吧。哎呀，相公，我们这小孙此经多言太凄凉，让他们在岸边歇歇，去等孙家吧。岂不闻君子应有圣人之美？哦，看你们可怜哦，相公。好。哎呀，这船没有跳板，怎样上去？哎呀，我也有点害怕呢。相公，你看这两个大男子连船都不会绕，弯腰子腰，扭扭捏捏，哎，岂不好笑啊？凤儿，生有艰难，怎能相濡不可取笑？快递过船桨，替他们打过五水，上船岂不方便了？嘿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但这位相公想得水到，此次多谢二位。去的，这船翻了，我可不管呐！好，想问了，开船了。哎呀，看，你们两个一上来，这船就搁浅了。嘿，你拖拉子下去推一把哈？他子我不疼，你不疼我帮你疼。哎，休得无礼，得我来。配什么丫头？过去。相公，上完了，开船喽！女儿家出门莫难渡，应与这君子来相送，为何他与红郎一样相貌一样深？是他，哎呀，一念之交，须人从。接着为仁兄交气度，他尚在家乡当读书，想必是烧尽风波不测福。我与他同舟离，不照顾啊。
兄真姓大名，小弟姓陈，名字榜生兄弟，小弟洪家庆，洪家庆。不知道红颜早已成风景，强原来巧在最中来，一众人目算到眼前，到叫我与君与戏，与君与戏是谁兄？一表人在多情事，一笑一错是风流。一顾一盼啥有情，一定是兄长自己负尽责。企图宣扬非所累，潇洒人群里在，压迫谁上苦海心，拼个草军人中谁，保障不平皆乱世，惜今天风雨同舟与良友来是先郎君把红尘开，儿子妻为英雄放身退，喜迎送把李来迎。红尘兄，救娘啊救娘！陈文兄，失敬啊失敬！我与你三生有意，桥同舟。请问红兄，不知今日可曾见到严兄啊？严文明这个。请问夜里，你与严兄是？我与严兄是14岁做的同窗好友，还是姻表兄弟。是此时来，你我的兄友尽了一人啦，本来就近得很嘛。既是自己的兄，那我就对你实施了吧。那严兄与我同遭狼蛇之害，是我送他快马，送他原因，如今他已安然脱险，进京滚考去了。这好了，请问夜里风雨滚路，莫非也是上京滚考去的？非也，我乃是到苏大人头前高上去的。高上？莫非也是为那狼恨赢？真是高那老子！好啊，夜里，怪不得你我萍水相逢，一见如故。原来夜里与我志同道合，肝胆相照。此事说来，你我弟兄与更亲了一生。昔之情儿有情，应该说是情儿有情了啊！这是与兄们是那终于是身软容灵，已有3个月不能上到力争了。夜里的上，只怕也是高不成了。哎呀，这件时候是好啊！夜里不用实际，以与兄之间，你何不随我一同上京滚考？他只是能熬头读书，榜上高中，你我也好同心协力，共事全节，你看是何？哎，夜里不要再犹豫了，你我就基本同意。这样不好啊！难道夜里不就在兄同意？非也。
人字旁也有牛背在身啊带，也是这几人把臂中美，莫非天下巧事多，总不为红梅林香的处在。弟呀，这牛背两公雕做好精美，但不知你从何处买得来？这牛背人难买来，金难买，是一心换心的连心背。红兄啥事爱牛背，小弟做法冤背。既然这是连心背，想必是一双两半配成对。这牛背本是定心人，他是人愿是冤家，是啊，是人愿自愿负重来。哎呀，不好了！古段是东园梅花西园寨，平日那狼人来家害，现在书生他是谁？你云一段上心来，牛妹不知今何在？解不开，像红浪的激情真发呆，不算是情真意动的很秀才，只差南西半旅行。快提醒红一团结，红兄，这两官牛背敲成对，光武一路旅人心胸来。你找我？是啊，我与你风雨同舟，来结缘的心胸，平生就是梅花配。我与牛妹什么娘？是表兄妹，他要我保着辕门一结尾，原来夜里的是家人，亲人和愚兄深深背。夜里呀，几日知情苦心来，想必是牛妹定有负心来。是啊，红颜传书我早早得。
已不在位。这是有死的哟！红兄不必杀气，待小弟仔细寻找，找到了即刻人上。唉，你这位老兄啊，做事也太粗心了。红兄，弟本兄你与牛妹已相养，十八门家祭修来中秋夜。弟做兄配冤月冤，身断冤配中秋，我定船登门后喜来。小兄当心，光郎来了！风浪才走。江水有情也连在，少年不为红胡子，岂宽金宫生须眉。份上心水会，清欢的一股放园中。清风是把夫心弯上房间，头戴乌纱身披红，休管他几乎容易下湖南岸。别湖为是郎兄，菩萨真好容易用。王大人、严大人到，有请示。
见面，怎么把小弟我都忘记了呢？大人，是啊，你二人不是自幼同场，还是言表兄弟，言表兄弟。面熟的很，面熟的很啊！咦，他二人怎么好像不相识？作为心口长远，想着哪里见过？可是言表兄弟从何说起呀？严大人，郑大人，听说你的婚期定在8月中才。是啊，怎么他都知道啊？我俩的婚期他都了如指掌。是此言兄理应所谓王罪，一来送生，二来完婚。是大人，下不为此，怎归心似箭呢？我不先派快马送书信一封，一面少夫人杀气，二面这外甥子。多谢大人此次赶到，下官即刻登城。慢！一弟之见，这书信嘛，要越快越好，这送少夫人才是。官大人此次飞到，下官告辞了。哎呀，记在寡言。作为警官大人，想着此次飞到，又说有事有动场，还是言表兄弟。是啊。哎呀，这言表兄弟们，灭作得很，灭作得很，灭作得很啊！怪这鸡爷，夜里生这帮究竟在葫芦里埋的什么药？奇怪得很，奇怪得很呐！恭喜侯兄，这件小弟不在，把牛妹小姐见你的书信也是你的，此经嘛，总算找到了。得愚兄可来。慢，这书信务必要得小弟离京之后方能查看，却是为何？见情心意重，红兄恐而自为明白。见情心意重，困而自为明白。君子也诺送千金，理应等他离京之后方能查看。一股子机灵机灵似神通，一股子自在不离云雾中。一股子今日满宫宴上天，一股子莫断云山，万千松。听小儿催你是根香。
父子大。方流下江油，却是居为上。我情愿化作的不问归去。云水方闻道，君旁。有生大志，永归莫言之，中秋有缘人，本来何必人？阎王啊，阎王！你风小姐报喜讯，家事何事必来急。我来小见心有事见心分，小小樱花从我梳妆生云地。哦，念他嫌我憔悴伤他的心。把军兵等人物中计鸟无名，心事如果乱翻腾，呼啦啦来眼瞪瞪，我心急张作心欢呀，上心儿的心。娘哩呀，娘哩，娘今朝自己当的，花球不少，厨师不少，天塌下来娘顶上。母亲，娘哩呀，看你这样高兴，你莫非准备长桥？哟，那么这么其实你是愿意的了？当说是愿意的啦。我说娘哩呀，娘哩，你倒变得好快呀你！那你三妹为了你抛头露面，四次高上，下落不明，阎王你对你是一片真心，世道事情你十遍又一遍，你对得起谁呀你？啊，母亲，女儿家的就是阎王命。阎王命？他向文明相昏头啦！娘哩啊，俺因为来带你的是郎家的花轿呀，非什么非也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娘哩，你不能疯！你不能疯啊！娘哩，你不能疯啊！
我正当发，正当发。难道我罗生父子老已昏花？这名是金钟红花。啊！兵变营场，夫人，过来。老爷，做什么？你究竟开的什么方，用的什么药？快讲！我说老爷啊，要你们梳妆打扮好上桥，你们真的是网络常人。哎呀，夫人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们的王令是下南京苦中作乐。男人啊，好，我说老爷啊，夫人，这个新人非哪人？你说给钱不给钱啊？给钱，给钱。老爷夫人，老家花轿迎亲来了。好啊，这老子果断来了，有木有木产地很大，有小训一阵对付。也许那老子权大势大，你要多加小心哎呀，老爷啊，事到事情你还怕什么？我家女里早就配起文明了，老郎是用钢刀逼你用人，等因为你在公堂与他对阵。好，有木有木产地很好，夫人老爷请。来呀！两枪自横。袁大人，花轿一到，快请敌人上轿啊！你是后生，尽管乱唱鸳鸯。我乃是总兵府当二总管，郎走此言。到此责任。奉了大圣之命，前来迎亲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尽管前来强请，我叶文明前来用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天我接溜走的穷酸秀的叶文明啊！再不看，见了王法万贯，特别上人。来呀！请我。什么？尽管对我当二总管都是，老子今你们的眼神扣困。呸！哎呦！哈哈哈哈！呀，这是。兄弟同生，你是后生，当大总兵府都管家老表啊，原来又是一条狼贼。满身的大总管，就是狼总兵，也休想明公之上前来抢亲。叶文明你死仇，冤家子女郎家人。
正是也愿到结亲，郎家有没有有证，分明是你来强娶。这什么强亲，反是我也问你，分明你血口喷人，欺人太甚。这月遭到王法人，难道你重兵不征询？我笑你一生刺绣为官情，你可知王法人我手中情，更何况这情字乃自愿亲口云，不负你苦当面问。快愿自愿上堂。我愿自愿上堂。但尊姓金马大当今，天下安危几身。困系大人，怕了，你旁困住。记住，我愿这钢铁之上，可是你亲手用的银，可是你大当之上尽管如此一功，可想你在郎家死后必婚呐！哼！就算比他强用银，你管把我怎样能？草有草纲，国有国法，我要拿你试问。一个小小府役，尽管拿我！来呀！与我把他罢了！来呀！与我把他罢了！把他罢了！罢了！老和你莫不枉法听你哪用呐？这在府衙之间吵吵嚷嚷，哎呀，甚可体统。大人，郎月娘家结亲，近来今日两日，老夫花轿前来接去，不想新式府尹严文明尽管强亲结成。此次说来，府尹他知法办法。大人明鉴，待严文明
叶文明可见恩怨他人，大胆叶文明身为父义，竟算知法犯法，仗势强侵他人，仗势强侵你来日郎分银呐！大人休听他一派胡言，让月亮家结亲有没有真？何人为媒？好冤枉！何为真？真天为真！传召冤枉！传召冤枉上当！少冤枉看见恩怨大人，少冤枉才低下头来。我来问你，郎元两家结亲，可是你做的媒？啊，大人，这跟帖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他是来不掉的。呈上来。尹官员，卑职在。你的女儿是何年何月何日所生？哦，卑职此女元月里乃是6月初3卯日所生，现年已是9岁。哎呀呀呀，郎大人，这跟帖上念到年方18岁，2月初2辰时所生，这跟帖不符，哎呀，是何道理？哦，可能是大妹子一时疏忽吧。奉官衙配接去，官府乱家宁亲。哎呀呀呀，郎大人，难道这也是一时疏忽不成？大人，这跟帖乃少有话书写，大人你该问他。大胆少女娃，竟将御用之法写在跟帖子上，难道不是欺君之罪？当真下官是奉主笔之命所写的，还不与我从实讲来。哎呀，大人啊！主笔师长一向横淫不法，设下圈套，将必资源瓦呀！小官为媒也是参与无法，官府乱家使他不我天降。做不渡官，都给千刀判，高冤枉！郎中兵，下官句句实话，这是胆小不管查讨。大人，像少有往年私立小人无边无据，岂能信讨？哦，复有凭据，众军上堂。本官要被官府乱教和证据谁？错动！审堂。这4的年根私自用人的，可是你区区小人物，无用之人，手法犯法，当时强亲的也是你。老夫就是喜欢那个丫头，你又能判我何罪呢？你私背奉义，私造乱家，藐视公平，不破你个欺君罔上之贼。
奉一乱家总算是我所造，可是今尚未使用，我把它写于王家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千里吉凶万事调，把滔天贼先退掉。但愿历经伤人泪，一路上命运竞争，将你高低高里，与我相离黑高里。好过心情名字高，不高你把两点算名气，王英一方是强报怨，令子女遭相强，同一乱家混世道，四所龙庭出门山，求你传位自皇道，铁人自山气用嘞。三黑黎明多似虎豹，欺君罔上，不为不归，凶杀累累谁不操头？上难hand到，且慢！想你乃文职官员，只怕放我不得。你退翻看，御此上三宝殿先战，嘿，没问题。放下去。延续啊！有无大人？这颗新来的心，问大人端起方来时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爸爸严大人，沈大人，但愿审案端得苦功，傻逼大人民间不负其精神，恐难团聚了。你与哪一股团聚呀？哦，是背着此女圆圆里。哎，对下头来，算圆圆里上堂，圆圆里上堂。圆圆里看见大人，圆圆里与我对起头来。我们到后堂讲话，一来。
呀呀，老夫人，本姓我你是当不得的呀！不要说是平安大人，就是天王老子我也管当。哎呀，母亲，这两个丫头天王老子管当，本姓我你就是下不了手。下不了手，我要这的当他走。好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夫人是三小姐回来了。啊，又没回来了。回来了！哎呀，母亲啊，你没哎呀，妹妹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呀，面熟得很，面熟得很呐！哎呀，小妹啊，你哪里来这身荣耀哦？弟弟母亲啊，牛妹我叫上这般离家乡，早上不曾听考上，中堂院中平安。得天策行是豺狼，今日李子保养远在红元寨，本地娘团儿不将暖儿小燕快来！哎，哎呀，不好！夫人，因为他脚上给败，为了欺君大罪呀！看来我们现在要找到灭门之后，灭门之后了。少牛没去，少牛没去，少牛没去，王子下，君子。下拜寿，宁安园林三女元女妹教长赴考欺君王上。本当言着，今有朱御史保证，故念此女出于为国之间为民之罪，其子可嫁不与人谁？现如新安之者，教育红一经接人。兄啊，弟弟女女里接力苦风，请命两者新人接着完婚，亲自谢恩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有梦啊，三姑娘一封书信敲门，西陵人调兵遣将把令接，他金花茶把红果带，再经过故若生须眉，有无在让小须红已经大力寸备。有目，两亲人乃接着两分和家文书，这两个两位生人才是败了天地了啊！好日子好日子，老爷你。
58岁数，还是夫人你做主吧。娘啊，这二位姑爷里面等你。好，一众去。我是大女婿啊！哎，我是我大礼堂哎。老爷，夫人是站立喽！十三里秀在里，声声细鼓来送信。圆月里第一喜，新人称心有旨意。圆月妹喜上喜，两股心安生连理。圆月到也有喜，用王我自出给夫。也是一个好女婿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好女呀婿，新人出堂喽！有木有木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罢了，夫妻对拜，妈，哎呀，英雄啊，这个呀，可不要搞错了。夫妻交拜，大爷你也没跟你。哎，冤，真也冤呐！好脸里没个脸，永远陪我生年远。好脸里也没根烟，好夜里也没根烟。